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玩三鐵的普通女生。今日想同大家講一講跑步，講嘅唔係速度，唔係跑幾多公里，亦都唔係跑邊場比賽。我係想介紹嘅一本書《正念跑步》。呢本書裏面結合咗運動心理學同一啲正念嘅智慧，裏面教識咗我一樣嘢。我所講嘅就係大多數人喺跑步嘅時候都會習慣咗聽歌，係咪？我哋會利用音樂嘅節拍去對抗我哋身體嘅疲倦，或者令到我哋集中去跑步打發時間。書裏面提及咗一樣嘢，就係我哋跑步嘅時候應該要放下速度同距離嘅執着，反而係要專注當下身體嘅感受。而呢一樣嘢就等同於對大腦切換咗一個 reset 嘅模式。當你 reset 咗之後，你哋就會做到書裏面所講嘅自動航行狀態。你透過你嘅呼吸，你跑嘅每一步，去觀察，去感受你嘅身體，感受你嘅呼吸。而專注呢一種模式，每個人都未必長時間做得到嘅。大家可以試下放低耳機5分鐘、10分鐘，慢慢加上去，慢慢你就會習慣到呢一個安靜嘅模式。當然啦，思緒嘅專注會被一啲外在環境嘅因素影響，例如跑跑下你見到一間餐廳，你就會諗今晚跑完食咩好呢？又或者經過見到人哋件跑步衫幾靚喎，又會諗唔知邊度有得買呢？其實分心呢一樣嘢係好正常嘅，只要你慢慢再一次專注返落自己度，就代表你可以成功做得到。而呢一個不停來回嘅過程，除咗可以訓練你嘅身心之外，亦都可以訓練到你嘅心靈肌肉。當你慢慢習慣咗呢個模式，習慣咗身體嘅自動航行模式，你就會發現，原來當你跑步嘅時候係可以忘記時間嘅流逝，進入咗一個全神貫注嘅狀態。而呢一個正念跑步到底會有咩好處？除咗提升我哋嘅表現、專注力之外啦，其實對我哋嘅心靈亦都會有幫助。你慢慢就會進入咗一個動態冥想模式，所以聽緊嘅你，我非常之建議大家去試下做運動嘅時候，除低耳機，慢慢去感受自己身體嘅呼吸聲。初頭俾5分鐘自己，然後慢慢加上去，你就會發現，其實你嘅節奏並唔係俾音樂去束縛，而係一個活於你自己嘅真實節奏。慢慢你就會發現，跑步唔再淨只係跑步。好啦，今日講到呢度先啦，拜拜。